大家好，我是詹佩芬，是台湾药品协会的执行长。台湾的药品协会成立到今10年了，今比当欢喜来甲大家绍介认识詹病你个课程。詹病本名詹日川，苗栗人，台南镇个药品客家人。佢出生到1921年，家庭丰裕，所以佢自细就有机会接触文学。读台中一中个时节，开始用日文写诗，佢读初中个时，亲接去图书馆看书，只写一首日本俳句。图书馆出来就猜王落叶，得到天意等，佢做起个是风格前卫，因为现代主义影响，带点新鲜性，自强注重意象个图像诗，天天年纪增加，人生经验度又有做先生个经验，写个诗咪较清雅平实，所以创作当代儿童诗是提到教育厅儿童剧本奖、教育部个文学奖、散文奖加台湾新文学贡献奖，有心外乡个奖。詹病1935年读台中一中，专业后读日本东京明治药专，提到药剂师个资格了后，自证台湾。1947年到台南开始药房，因为佢有药学个专业。1957年，台南中学请佢去做理化先生。1925年，詹病读台中一中，自开始用日文写诗。1962年开始用中文写诗加小说，到1964年成立历史社头版，自绍介詹病个作品。1965年第一本诗集《绿发球》自出版，然后主要作品是儿童诗。1981年个日头杂志发，1986年个诗集新验室，1993年个病加詹病诗生集。